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我是陈明珍。我俩所在位所喺到台中市后里区嘅光复里哦，我背后嘅树男呢，明年是马上来起闸，占地36公顷，因而在处理60万吨盐水嘅后里第二抢水厂哦。那抢水厂嘅水呢，係來自你石港壩上游200公尺嘅起水口啦哈。一路來年嘅大家好嘅水呢，從那起水口，個經過4公里長嘅透水山路，然後水呢一路從石港起到你嘅後里來。我哋幾隻嘅鹽水工廠呢，也下背呢要經過10隻嘅發通斷層哦，也體質非常嘅冇問題。故所當天民眾是認為講，呢隻透水山路起下去，呢搶水廠起下去嘅時間，對佢哋嘅生命安全呢、生態安全呢有潛在嘅影響。另外，佢哋所用嘅農田灌溉用嘅內部樽呢，佢喺到咧石港壩下游哦。佢係講咧水源頭嘅水是被起走嘅，咧下游800甲嘅是內部樽水嘅農田，因為灌溉咯，故所對佢哋嘅生活嘅經濟影響也非常的大哈。故所呢，今日嘅村民太妃呢是來到一年嘅光復里哦，等下來到咧福德橋嘅面頭前，請台東來賓並台下鄉親共來討論，到底呢隻鹽水工廠嘅計劃，佢嘅必要性到哪邊呢？另外係咪有替代方案？甚至呢隻目前呢啲環境評估已經本人撤銷退去嘅，呢工廠還繼續做下去嘛？像以下呢來到討論現場，共同來討論，也請共同來關心。開會了！好，以下節目鏡頭來到你嘅後里區嘅光復里嘅福德橋嘅面頭前哦，看到台下鄉親所親臨哈，各位鄉親大家午安。好，馬上歡迎收嘅現場嘅來賓，第一個呢係你台灣生態協會嘅顧問張豐年張顧問，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稍等歡迎收嘅係你台灣大學生物環境內統工廠行內嘅范正成范教授，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再來係你嘅水利署中期水資研究嘅副局長邱中川邱副局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午安。睇下講到呢隻種聯合嘅用水嘅工廠哈，其實喺到民國96年嘅時間呢，是你經濟部水利署是開始來規劃完成哈，97年開始，95年嘅規劃啦哈，96年開始來推通哈，一直到民國仲係100年嘅時間呢，經過咧行政院來通過，好來核定來開始做哈，到底呢工廠係用個詳細情況，先可以用圖片嘅說明哈。好，再看到呢隻輸水工廠係，其主要係要解決台中地區長期度水量唔啦，韓國落太水、不風采落太水時間水哦溫度吼強溫嘅吼，冇辦法來利用嘅問題哦，濁度偏高。其主要係太安海嘅鯉魚潭水庫吼，即係建立第二條嘅輸水嘅管路吼，然後搶嘅水吼送到嚟搶水廠來。再來係太甲海部分，太甲海輸水路呢係對呢嗰種嘅石港鄉嘅石港壩整數上上游200公尺嘅部分哦，因而做鹽水150萬噸啦哈。再來看到係嗰行咧係4000人公尺，將近4公里嘅種嘅透水嘅山路哈，輸水隧道，透到呢嘅後里，你睇應講後里區嘅光復里嘅種嘅後里第2淨水廠、第2搶水廠哈，行咧係調度中心啦哈，嗰個彭水呢嘅。西澤里哈、敦北啦、這個廣福啦、仁里啦哈、公館哈等等西澤里嘅種嘅自來水土水嘅幹線哈，總共嘅金額係74億，也係按照民國97年7月份嘅物價所算出來，所以97年嘅物價到現在是不是要調整？這個工程預算要不要追加？等一下也可以一併請教哈。要供水能力係增，你都會提供28萬噸哈搶嘅水啦哈。再看到呢部分呢，當擺建嘅是苗栗縣吼，所以鯉魚潭水庫咧，所以太安海部分，佢係第2條嘅鹽水管，然後咧仲係鯉魚潭水庫底位度，它搶嘅水吼透下來，透到第2搶水廠。目前這邊是由中科委請這個台水，台灣自來水公司到你後里農場哈，去到後里第2搶水廠。再來看到太甲海部分，太甲海呢都起水後呢，喺到你石港鄉嘅吼。石港區嘅石港壩咧，大位哈，而家透過大甲輸水路哈，頭先講到咧，透水山洞咧有4
公里暗创啊哈，佢经过加入团程哈，透到呢个七星农场顺头的那种后里第二净水厂的部分哈，伊主要係呀，倒係喺呢個中科3期的切成氣體哈，氣象水廠係呢後里氣體啦哈，所以看到迄個，也係讓大安溪跟大甲溪2個不同的這個輸水工程啊。那我想第一個問題就要請教我們的邱副局長啊，就是說，其實我知道7月31號你們到村子裡面來開說明會嘛哈，但是在同一天呢，這個台北高等法院也撤銷了這個已經通過有條件通過環評的這個輸水工程計劃了嘛哈。那目前我們依法行政來講，在程序上面，這個環評已經被撤銷了，那你們還要依法行政的話，要怎麼樣做下去呢？那個環境影響這個在7月30號撤銷這個有條件通過這一部分哦，那我們會遵照環保署啊，它的一個行政作為啦哈，它的一個決定以後呢，我們會繼續遵照它的來辦理啊，看是不是做第二階段呢，或是說他要做一個上訴的動作，我們會配合環保署的一個行政作為來辦理。是，那你們有沒有這時間上的壓力？其實我知道100年9月15號鳳苑核定嘛哈，核定2年之內要完成設計跟用地，就是大甲溪這個部分要完成用地跟設計的問題。那目前用地的取得上面就已經出現問題了，所以才來開村民大會。那針對這部分，你們有時間壓力嗎？今年如果102年底用地沒辦法取得的話，明年一定還是會蓋下去嗎？還是說會延期？是，原則上我們要依照這個環境影響這一部分哦，這個一個程序來辦理了哈。啊，如果這一部分是需要是辦理第二階段，那我們整個程序會往後延。那因為這個計劃已經報行政院核定了，那當然如果要往後延的話，我們還要再報個往後延的計劃報行政院來核定。啊，整個是依照環保署它的一個行政作為，我們來做我們的日後的一個這個計劃的推動的一個期程。好，在這一本100年9月15號鳳苑核定這個計劃書裡面呢，也講到，只要因為用地問題造成工程延期的話，你們延期2年就要付出19.42億元哈。那當然，我們剛剛講到74億的工程費是按照97年7月份的物價來看，所以勢必工程款要追加，錢又從哪裡來呢？目前工程會不會追加，這個還要再審慎的去計算了啊。原則上，我們目前還是以74億在做規劃設計，哦，是原則上是這樣子。好，感謝您嘅邱副局長都嚟到呢個說明哈。唔過頭先講到，中央7月31號嘅時間，中期水質研究來到呢公布理要了，小塊說明會，嗰陣時嘅村民佢哋反映出有乜意見，嚟到意見係咪出得睇下共同從事呢？先看睇新聞樣片。這是地震帶呢！你即擺呀，我講你即擺差，我只你。說明會後，推動後里鄉親共到鳳氏餐廳，因為遇到問題，太推動提起用水問題。水利署喺民國96年家下就規劃為推動台灣太監河水源聯合運用送水工廠，為喺後里區可以做36公頃嘅後里天然搶水廠。水廠涵蓋係實地3排洪，未開鐵同嘅斷層帶，幾米都少偏呢。有考慮到整個3D斷層這一部分是有考慮過，環評大會裡面也有雙方討論過啊。那當然我們在做設計工作的時候，也會針對這個地層斷層帶也去做這個特別的一個設計。會逼佢來咧，係啊，啲啲啊散的呀，大概。反正它就是從我們管湖里的中央一直切出去，就這樣就對了。哦，這個關係到怎樣？我們的住家通通都是在這個2個山脈的中間，哦。這如果土石流山崩，真的都跑不掉了啦。這一塊還是他們有來做過那個地質探測，這一塊都是地質鬆動。農民種下一粒將嘅地嘅，後里區供鳳地係出產地嘅鳳翅同柑味，大部分嘅居民都係耕種綠色。咪因為送水工廠係將太溫河同太監河串聯，透過送水路進入天然搶水廠。本但用嘅水脈就會被凍結，地下水位變大，地層未被冧下去，就會影響果樹生長同居民嘅生活。應該出人哋啲客家吼，水你淨係灌溉住東下時，可能我點啲水果啊，太放落去吼，冇水啊，佢見過冇水，
可能也柜台片内嘅个业，未会本水理署证书睇部分来做业防行嘅天，见面行卡冇办法接受。啊，我都无爱同意啦。啊，我足烦恼的，我一世人吼，干那遮伫修行，阮两楼伫生活。规世人那么看这土地的生活，爱怎样共随时共争取，你补偿无够，啊人变哪生活？虽然水利署保证送水路会用钻探嘅方式，唔会因为提前揽下去造成土石流，不过居民还启动反对，社会变做天然嘅小林村。另外，没有专家好早建议，做地地风业也系生讲较安全嘅米数，高可以地抢水廠，也系有其他嘅方式来推解决太推中用水嘅问题。台灣新聞樣片開始有一個詳情工作咧，下邊有提成叫做體統嘅團程啊，咁講像等下嚟當嚟討論嘅部分，即係討論到咧係農業用水嘅部分啊。主要咧大概用水係用內部樽嘅樽水嚇，內部樽水係到10.8嘅下節啦嚇。一下係講到10.8上游咧汽水嘅話，喺下節內部樽是冇水咯。然後大家冇個論係是否嘅呀中法呀中高只是冇水好用嘅嚇。那我们是不是先针对这个用水部分，还有这个净水厂盖治理部分，相信有意见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位先生，其实可以看地图，北边大安溪，南边大甲溪，一个位于2个台湾很大的河流旁边，怎么会说水不足？大台中啦，不是后里啦。对啊，但是他们来的话，一直强调说后里的用水不足啊。哦，所以开说明会都说是后里用水不足。对。好，再来。计划书是说大台中地区。中科刚刚要进驻的时候，他们有提到说用水可能不足，那时候我们乡亲就会很反对了。你中科进驻，我们不反对也不是说不反对了，不会像别的地方反对那么激烈。但事实上用水的话，因为我们后里的用水本来就很充足，所以不能因为你们中科要来，然后截断我们农业用水，因此这个我们是反对的，这第一点。第二个呢，咱够圆滑的，他们呢为什么一定要用穿山洞的方式？这个让我们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的乡亲很怕说会变成小林村第二。那如果说他要做的话，当初他为什么没有设计说沿着大甲溪，然后到后科路，然后再左转，右转就好了，根本都不用到私人土地。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然后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农田，一定要经过我们的断层带。我非常有疑虑，就是你们的环评，你们凭什么把环评送到台北市？他到环保署以后，没有经过我们这么多乡亲的同意，你们就要把我们开山挖地，凭什么就是要把我们征收？难道你们希望我们成为大埔的第二吗？所以我要麻烦邱副局长，你马上要退休，你刚才也讲你马上要退休。你将来能负什么责任？所以我们要求你今天把话说清楚。你的环评过程为什么是坐在办公室的人替我们决定，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生死要你要掌握在你手上？为什么净水厂送了5次环评都没有过，还硬闯第6次？这个就是公务人的傲慢。公务人员这么傲慢，我们需要用我们公民的权利来否定他，对不对？好，那邱副局长，那就先请您来说清楚。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那整个大安溪的流量一年是15亿吨，大甲溪的流量呢一年是25亿吨。那它呢，大安溪呢未利用的流量是9.9亿，那大甲溪呢是16.5亿。那从这样子一张图来可以看得到呢，我们台中地区呢目前呢是台中市本身是136万吨，如果再加上彰化地区跟苗栗地区的话，一天的用水量是151万吨。那136万吨，目前呢，我们从鲤鱼潭水库，就从大安溪这边可以供应55到85万吨。大甲溪这边呢，从这个荒原净水厂这边呢，石冈坝这边呢，也可以提供85到50万吨。也就是说，目前的用水量是由鲤鱼潭水库跟石冈坝这边那个荒原净水厂这边来供应，可以满足。那如果在110年的时候呢，就会有差不多28万吨，每天有28万吨的缺口。那所以呢，那我想请问一下邱副局长，这28万吨的缺口是来自于什么样项目的用水？这个整个用水呢，是我们推估从台中地区所有的居民公共用水整个算出来的是28万吨。我们有一个等一下有一个阶梯图可以。公共用水，那公共用水还有什么细项吗？没有，我们是总量给那个自来水公司。那这一部分不会说给哪一个产业，给哪一个不会，
包括呢任何的那个管网所可以到的地方呢，都可以来申请这个用水，不会说这个28万吨的水哦，只给这个用，不给那个用，不可能是这样子。那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丰年张医师哈，顾问了哈，就说因为你们去台北高等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嘛，撤销了这个有条件通过环评，然后刚刚有乡亲问到说，为什么环评在台北的办公室做，没有来跟乡亲做说明？那您既然提出对这个环评提出这个行政诉讼，跟我们讲一下原因是什么？那结果让我们知道已经被撤销了嘛，哈。那您对这样结果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刚刚提到的这些供水哈，要那些，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在中部地区这些一般的民生用水，还有商业这些早就饱和，不可能再多什么哈。那么农业用水是什么？农业用水被压缩，农地被开发之后，很多事实上在减低。那么这些水到底要给谁呢？一定是工业嘛，所以什么是工业嘛？所以你们不愿意承认，你们用各种名目来这样，但是是工业，这是很清楚的哈。那么这个是我反对的地方，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这一块土地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这种工业的开发啊。那么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哈。那么这个是就这个小范围来讲哈。那么后里这边事实上用水也出问题。那么这我想不再重复。另外一方我会反对这个案子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河川里面做了很多大坝，那么这个大坝引起的严重的后遗症，那么就像什么？石冈坝上面的淤积10层的刘家伙房，最近大概的河的淹水。那么我们石冈坝下游的这些桥梁，几乎每一个桥梁全部都出问题。后丰大桥就断掉了。对，后丰大桥是第一个断掉的。那么不止这样，堤防也都是这些问题。梨潭净水厂本来摆的河床底下是6米，为什么这6米沙石都不见呢？就是石冈坝在上游把它整个拦住啊，所以就紧冲要到尾啊，中国因为上游淤积造成下游冲刷力道变大，把原本在地下河床底下6公尺的水管冲出来了。所以梨潭净水厂我们那个水管，我们说它是凶手，但是呢，它是一个小喽啰啦，最后刀他出来，但是幕后的大老板是什么？是石冈坝。我想问题稍等，请教文范教授。刚刚有位乡亲提到说，其实这个输水管路不一定要到民地啦，哈，它沿着大甲溪的沿岸啦，或者说沿着这个后科路就可以盖。那您觉得说，显然哈，就是说乡亲有乡亲的想法哈，那规划单位有规划单位的做法啊，那这两者之间好像沟通摸动吼哈。因为大甲溪的水，它就是丰水期的时候啊，它是浊度比较大的，是比较不好用的。就好像你说这样，石门水库，它这个在做大水的时候，它就浊度高，你的净水厂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是用梨潭水库的水来供应，就是我缺少的时候，你可以供应我；那我平常的时候我供应你。因此就是就用浮翔啦。所以伊个浮翔唔係用水量，係用水嘅温的长度是超过。所以不是以水的浊度来看这个彼此调配的这个。有浊度，也有这个流量、水量。就平常的时候的大甲溪，不是在做大水的时候，它是还算是可以用的，但是做大水的时候，它就常常会不能用。所以我们告诉你咪讲，廖照计划，它以不新建水库为前提之下，将连同管用的，然后台湾太个海水挑起来，综合来运用的话，在以不新建水库的前提之下，点款也是好蛮好的，是吗？这个我觉得在这整个方向我是赞成的了哈。都在目前推中天气嘅用水的情况很样版型哈。目前台北从天气嘅供水嘅来源哈，喺梨潭水库含个石冈坝，那规划当中咧，头先讲到嘅台湾个海水源联合运用嘅输水工厂计划系八宝蓝河堰哈，那做下去以后呢哈，但像你台湾个海嘅水源联合运用嘅工厂是在提供哈128万吨嘅用水，另外呢，风采期间呢，可以有一天80万吨的备源水源来丰采期间哈，韩国也可以最大支援农业用水60万吨哈。谈起来这个工程好像其实还蛮好的哦。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张顾问，就是说这个计划听起来
除了可以满足这个台中地区的用水需求之外，这台风洪灾期间，或还可以支援农业用水，好像面面俱到呢。你这看法是这样子吗？我不认为这样的哈。那么刚刚讲这个是这个水利单位这样讲哈，但是呢，实际上你去检验它的话，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大安溪跟大甲溪两个同质性太高，水呢有的时候赶快拢下掉，路赶快下掉。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山坡地很快水就过了，所以你像今嘛的时阵啊吼，唔免甲一个月，你若无什么雨的时阵吼，两边拢无水。所以这个同质性太高，浊度也太高，所以这个效果会很有限。这个就是我当时一直在反对的理由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农业了哈。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农业用水的问题哈。那么其实从我们官方各个单位提供给我们的哈，那么这个是什么？是最重要是农业用水。那么农业用水的话，我们都还认为说，台湾农业用水我们都还够。其实我告诉各位。你的农业用水实在已经是在边缘了，绝对不是供充裕的啦。所以为什么你南准为什么要3、4天或者轮一番嘛，对不对？后里准为什么要5、6天轮一番？这是你的水已经无够啊！你基本是在讲做苟延残喘啦。所以这部分来讲，互伊佫做了后的时阵，这部分水佫互积一寡度，这净水厂去的时阵，你下游本来。足侪时间你无水的时阵，这个情形问题就来啊。刚才你也想强调你范教授讲，其实就水资源嘛，既然是资源，它就是有限的哈。刚才某可能你也可以满足用水单位无止境的要求嘛哈。其实工业的废水再利用，像台积电做懂后哈，那他感觉懂成熟哈，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我们218万吨？不会淹，其实有很大部分迄部工业用水来用到的啦哈。该工业用水下面也要求的，你这个废水回收再利用，好，你要自己去找水源这件事情，开用水单位要去思考有没有问题。没讲没水是用啥水谈，应该不爱水啊。我个人认为呢，是要让这个政府的机关呢哈来承诺，供水只能够比以前更多，不能够更少啊。那而且呢是有这个科学的这个记录，不是用嘴巴话的啊，就是要这样子做啊。然后这边足够了，有多的才到下游去。哦，所以优先顺序上面，优先顺序就是上游的农业要先满足。对，这样子我不晓得那个政府机关中水局是不是可以承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大家蛮关心，你可能是要做一下表态一下。好，那个邱副局长，你这个回答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张这个用水比例图了哈。看一下，那用水比例啊，台中地区的用水哈，都带了水是用哪位去的哈？就看到台中地区的用水分布在民国100年的资料了哈。再看到农业用水占65%哈，那种的家用和个公共给水哈，和工业用水，那部分算作是公共用水，公共用水占了35%了哈。其实真正的需求面还是在于大量产业进驻台中地区哈，这无可讳言。这你们的公文书上面写，其实还是工业用水比较多了哈。所以比方讲，那工业用水的问题，其实说公共用水，但是大部分可能还是进了工业用水。那其实你们有承诺要85%，中科有承诺要85%的废水回收利用。中水局会去要求中科的管理局或中科的厂商落实他们的承诺吗？有关这个整个用水的这个农业用水这一部分哦，那我们整个大安大甲它就是在确保目前所有的农业用水啊跟各标的用水，确保剩余的水，我刚刚讲剩余的水我们再拿来使用，所以这一部分呢，我非常同意那个范教授他讲的，成立一个监督小组，好来一起来监测，这个我们非常愿意来这样子来办。哦，这个是我们非常愿意啊，而且不是只有供水，包括流量进来多少，我们都一起来监测。好，然后我们放流量，整个用一个公开的、透明的，让整个来了解。就是说，我们会确保目前各标的用水的一个水权量，啊，其他的剩余的水呢，我们就把它拿来继续来使用。这个是我们非常同意的这样子来办理的。
那我刚刚讲说，中科它有承诺85%的废水回收利用，中水局要不要去要求一下中科管理局？一定会要求到那个用水单位啊，尤其那个工业区这边，它的那个85%的一个废水回收，这个我们一定会强烈的要求。好，谢谢。那我不知道乡亲针对这个用水问题，哈，这位小姐，我们在中科的监督委员会里面，曾经跟中科来做一个这样的质疑。中科的郭副局长，他现在已经调到南科了。他回答我们什么？我之前也是拿这样的一个图表跟他说，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相信各位乡亲，你必须要危机意识。伊讲这种图是假话，随时的用水计划拢会使更改。啊，这样子你就不用环评了啊，这样你就不用环评啊，话事都是你中科在讲的啊。啊，你这样拿这样的一个计划来糊弄老百姓，怎么对呢？这样他们永远都站得住脚啊。好，再来就是说，里面有提到一点，99年9月2号的这一份公告里面，它里面有写到，如果中科在缺水的时候去调拨到农业灌溉用水，那它中科就必须要去付补偿这一些农民影响的这一些作物。我告诉大家，我们这几年在中科的监督委员会里面所提出来的，郭副局长从没有给我们一张什么后里有哪一些农作物的栽种。情形，他的收入有多少，可以造成一个家庭有多大的收入？我们要求他提出来，他提不出来，他只给你糊弄一句：农委会有。我说好，农委会有，你去调。你为了要弥平百姓的疑虑，你必须要调到百姓的面前，让百姓知道。说不定农委会里面的这一些农作物补偿，有些后里有栽种，这一些补偿并没有这些内容。那到时候发生问题怎么办？我们是求偿无门，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说，在农业灌溉用水不足的时候，我们跟中科来质疑，是不是把那个水公司把这些水先调拨去给工业用水？他不承认，他一定不承认。那我说为什么你们的厂区的用水会这么充足？他回答我们说：“我说你们水从哪里来？”他回答一句：“我跟自来水公司买水，不是公费话。自来水公司的水是给我们民生用水呢。”他永远也调拨不到农业用水，所以老实说啦，不论他但书怎么写，怎么去补偿，这个都只是我可以讲说，只是在糊弄百姓。好，我是就事论事，真的，你们讲的这一些是给那一些官员看，百姓根本用不到。我现在开始来讲这个土石流的严重性，他真的，这个就是他们所做出来的。你看环保署已经败诉了哦，他们7月30在我们这边开说明会，8月1号败诉，结果呢，他8月1号他又标了一个138万，138万要干什么？顶埔第二次探勘，他为什么要第二次探勘？因为那边就是土石非常的松动，一遇到大雨就崩塌，应该各位乡亲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那个石城那边，那经过那里，现在已经有加强那边，那个就是顶埔，顶埔过来就那个是林务局的地，他们都不管的，林务局的地那个是红色土石流警戒区，咱叫做丁龙溪那边呀，一直逃过来的话，那里如果说土石流。本来就是土石流区哦，你那个下雨，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这种气候。先生，你的意思是说，那个输水的隧道会经过的顶埔断层，它就是个土石流的前世溪流就对了。红色警戒区。红色警戒区。这个从电脑就可以调出来看得到。我就认为说，这个土石流就是最大的危机，你根本就不能去开发，就对了啦。我们中部地区。缺水，我都认了，还不至于缺水，因为我们自来水的漏水率，你知道有多少吗？请问副局长，我们自来水的漏水率到底多少？听说是65% 吧？以那个已经很严重。以自来水超建率来看的话，是漏掉45%啦。对，但是我们。这一次三丰路破管以后，你知道
只有破管以后，整个大台中地区，包括彰化地区都没有水可以用，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它破管以后，我们自来水公司里面还有蓄水池，为什么会破管马上没水可以用？就是因为我们的漏水率太高嘛。所以你不去治这些漏水的问题，然后你一直来帮助工业用水，帮助这个自来水公司来做这个取水的工程，我认为是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您觉得治本之道是要把那个自来水管漏水率先给它补起来？对，本来就是这样。然后你像李义潭水库，现在士林坝做了以后，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到大安溪里面的鱼群暴毙？其实那个就是你大安溪里面的生态居留量不够，才会造成大量的鱼群暴毙。你说，弟弟要来出水，你没有做好规划，没有做好应用，你再花再多的钱来做这个集水的工程，完全都没有很大的效益。咱的无欠水也无欠嘛，个种花就些。咱唔是讲像咱乡个像好山咯，本安尼本对东安尼破过去吼。那只满那土石流可安样是该款咯。咱袂少呢。好。该像咱政府吼，像山坡地吼，他们讲无开垦，侬是唔得开，是唔得去，咱人讲去无，你等侬无法度好去。你政府安尼落做都是得哈。所以你要希望做唔得，但是去偷水山龙，唔是，你山坡地都是本来都是唔得，本安尼开，本去做咧做水个款好山呐。好，罗兰，好罗兰。像咱你政府呢，你不是个吃，俺太讲你反对讲的做了啊。像嘛。那农民辛苦啦。好，罗兰，阿米太子，谢谢。其实台湾乡亲发言地位都青岛有讲到，其实还没用民管的方式来做吼，韩国也有讲到梯层的铺水吼，也等于差不多10条活动断层哈。也讲到迄面也就土石流的地方根本无应该开发，韩国的也种个汽水还有下游的农业用水，韩国的生态居留量啊，了迄环境用水、产业用水部分呢，记得提出记得看法。我想你先协看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相关问题。中央全民台北节目现场吼，今日来到的台中市后里区光复里俩地方来讨论的是，台湾台甲海水年联合运用输水工厂计划哈。目前 TDM 喺度呢个光复里，安顺计划到年光复里起着哈，36公顷，因为在处理60万吨嘅呛水厂，但是民众因为那呛水厂嘅萎缩呢，还会有团层，还有透水山农也还会有团层，在地层破碎的地方，土石流的红色警戒区啦。故所其实因为讲，因为工厂都替代下来做法，其实非常的少，还没有其他替代方案呢？韩国的还没影响到那种的生态农业等哈，所以大家共同关心讨论。这样问题马上请教我们的邱副局长，就是说刚刚讲到，就是说其实这边是红色的警戒区，土石流红色警戒区，居民普遍都认为说这边并不适合施作于这种地下的，他们认为民管是比较好的一个部分。那你们在环评的过程当中，针对这部分，或者说现在署里面对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看法没有？跟各位乡亲报告哈。后里地区依照水保局的它的一个报告里面，后里地区这里不是一个土石流的一个警戒区了，它不是。靠近取水口那边。取水口那边也不是啊，取水口那边也不是啊。那张顾问你要补充是不是？我想这是很清楚的了哈。921地震之后，那个断层，中部断层隆起最高的地方就在现在做取水口，到10米这么高。所以你说输水隧道的取水口就是整个车龙埔断层压上管的所在啦，错动最高的地方，还有顶部内底遐厝拢倒去，过一个山迄边的是叫准寮巷，遐规个山规个我拢有记录，
我给在那个环保环评的时候，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就放映给他们看，9号地震很清楚，但是不甩。所以这个是那个地方是真的是很危险的东西的哈，就不一样了哈。好，那我们请邱副长回应一下。那有关取水口这边断层这一部分哦，那依照我们那个建筑技术规则来讲哈，那我们那个取水口离那个断层带有超过270公尺长左右了。那依照那个技术规则建筑技术规则来讲，那只要6级是50公尺的啊，7级是80还是90公尺哦。那我们这个取水口这个距离已经远离这个断层带270公尺长。对，那穿过的这一部分，我们有考虑到穿过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是用直交的，用工程技术上的克服的，因为所有的隧道，都会有经过这个断层的啊。但是我们经过这个断层，就是说，顶骨断层，我们有用一个直交的方式，用一个工程技术上的克服，把它克服掉的，这一部分是没问题。而且我们是承诺不用爆破的，是用机械开挖的。原则上我们在针对整个这个断层的话，我们在技术上是有考虑到整个一个断层的这一部分。好，那我想请教您给范高叔啊，如果说输水隧道用比较大的那个角来斜交的话，迄面是安全性较高啊。他就说，而且那个依建筑法规来讲，各种断层线嘅量片30到100公尺专门开发嘛，其他你可以用80公尺，迄面比较安全一点。因为在新竹科学园区它的规定就是，你也非常精密的那个的话，它是如果说你很明确的断层在那边经过的话，你退缩的距离是38公尺啦。那如果不是很明确的话，因为不是掌握得很清楚，它就用53公尺。但是我觉得呢，你这个新竹科学园区的也算是非常的高，它那震动啊什么的位移都非常的讲究。但是我觉得这个工程不应该比这样的标准来得低了哈。其實睇下按受理啦，斷層啊、土石流等問題，因為到環評嘅時間是由環評委員針對啦，都係經過10個條大細嘅地震帶、破碎帶提出看法。故所記得有條件的通過環評，裡邊是有講到，做我們就用專閘的方式來開列的跳水山洞。看下，到底有幾多條嘅種嘅斷層帶經過呢？英語上是用咗出來90哈，有10條哈。太嘅種嘅斷層經過，其中呢12斷層，韓國天條12斷層，另一條韓國第10條嘅茶梁部斷層呢，另係民國24年嘅關渡山太鐵通，另係民國88年92太鐵通，民國100年之內2太鐵通嘅3義斷層和車龍部斷層都在我們這個整個輸水工程計劃的用地上面，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鄉親對於這個工程這麼樣的不能夠放心啦哈，所以我想請教的就是說。高叔咁正經，用現專業跳水山洞入到係4公里長哦，按跳過來，好入到係鯉魚潭了，好第2原水管按跳過來，去我們看那種地質結構，工廠來看，它安全性，開幾多錢要做到安全，因為講其實正經放棄鑽隧道，採用其他方法比較好。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有替代方案的话，用这个明挖再覆盖的方式啊，就是其实加州的导水渠道它也是用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说，你可以利用既有的路廊，另外万一有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要抢修比较容易。你如果说是隧道的话，你真的错动的话，其实你可能至少1-2年。至少或者半年你才可以。可是如果说你是，就好像道路一样，如果说你坏掉的话，你可能几天，搞不好1-2个月，你就可以把它修复好。我是觉得这样。张顾问有补充？我想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次工程是在叫做太岁头上动土了，是不应该的啦。全台湾哪一个地方有10米这样隆起来的地方，你要在这个地方做。另外哈，这个脑筋我们要改变一下哈。像这样要用水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打隧道穿到后里来？你想要你都石冈、丰原那边，尤其是大甲溪边爱 K 波地那些还有很多地，为什么不在那个地方找一个地一块这净水厂都盖过来？很简单嘛，在那边找，现在还有很多空地啊，那边找过来，在这边做一个，这样过来就解决，所有都解决。那么脑筋要转变，因为你一直跟大安、大甲溪。的想法说，大甲溪水一定爱来个后里跟大安溪水汇合，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在用电的时候，电网是怎么样？
干嘛发水力发电的现在水一定要引起啊？不是，电线到哪一个集中啊？从那边总会输配，所以我们用水情况也是一样。在丰原地区石冈那个地方，你这个净水厂这个管子下去，那你这边离潭的这些管到丰原看哪一个地方汇合，这样就可以联合应用的。这个是非常简单，我们在讲几遍了，他可能登没过来。那我想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们邱副局长哈，因为这个我也是看你们这本核定的计划书里面写到的了哈，因为你们有考虑过替代方案，其中讲到海水淡化，啊，海水淡化你们的之后没有通过，是因为距离用水地区太远。刚刚我们看到的第一净水厂、第二净水厂就在台中中科的后里基地、七星基地，就在边边而已。所以说穿了，它就是要给这2个基地的用水，所以你们不会考虑其他方式，就一定要在后里第一净水厂、第二净水厂这么多破碎带、这么10大断层活动地震带里面，在那边盖净水厂，是这样子吗？还是说你们真的有其他不得已的苦衷，非盖在这边不可以，非用这样的方法不可？那请跟大家说明一下，谢谢。刚刚主持人讲说这个海水淡化，海水淡化不是因为它距离多远，而是它因为它的一个那个成本，还有它后续的一些维护，还有它的那个水的单价，是整个我们的整个一个考虑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在这里？就是说2个流域的中间这边来调度的水。那刚刚那个张医师说，是不是在那个丰原那边可以做？在丰原那边的话，那你就是水要怎么把它调度过来啊？这个是有困难，因为整个埋管哦，你要整个要把它埋管埋到这边埋到这边来，我们这一部分是有评估过了哈。丰原不是更靠近大台中市吗？如果用水真的公共用水是所谓民生商业用水的话，那不是更靠近人口密集的工商区吗？对，那现在就是2个流域要来联合运用的话，你这边要过来这边那个大水管就要经过很多的一个市区里面，这样子是有困难的啦。啊，这个在埋管的话是有困难的。我想你们都还没有搞清楚了哈，因为你后你才是用偌济水，你中科要用的水是什么呀？那个梨潭净水厂都够啊啦。你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个隧道？你对迄个丰原迄边倒啊，你这边哪用的时阵，爱用较水的时阵，你梨潭净水厂你该用较济的啊。啊是讲无够的时阵，你都较会开始迄个丰原那边在那边迄个净水厂，你水去到遐，共同用就可以了嘛。不一定说要回头过来啦。可以啊，这个很简单，不会困难啦。啊，你这么这里，你能够多用的水的时阵，大部分可以多用的水情是嘛？你是大甲系，希望大家大甲系情，你就直接对下丰原甲小港啊就好啊嘛。你那边水多一点用，和下边用，这边就用少一点啦，就是这么简单啦。乡亲，你对这输水工程计划还有想法或者建议的，请举手。好，这位大哥。中科管理局在我们后里建置这2个园区。说不会下线，那我们一直在怀疑，在我们三丰路面上，我一直在质疑说有在下线啊。第2个，用隧道，当然费用会比较高嘛，对不对？这里面有没有人谋不臧？对不对？这很好，这个都非常简单的道理，把水找出来嘛。现在我们的水在大甲溪上一直流走了。为什么不大家集思广益，把这些水把它留住，让我们的农民跟我们的工业用水、家庭用水都可以用？我今天比较质疑的是说，在隧道这方面，当然是工程费比较高啦，这里一定有问题，所以我在这方面非常的质疑。用别的工法嘛，对不对？不是来破坏大自然，我们不可能跟大自然作对嘛。我想问副局长，你知影这条磅空拍过，经过几条溪无？阮这山溪啊几条，你知无？有4条小溪，4条小溪上浅的离咱这隧道偌悬，才有10米尔。啊，你这个隧道拍过，你看下游这小溪的水也有无？我问你，也有水无？我问你啦。啊，上游有法度影响偌长，你知无？你嘛唔敢讲差有偌长啊，甚至100米、200米，甚至搁较长嘛不一定，对吧？啊，你知影这小溪对阮这农民偌大影响无？阮这若阵果子啊，当咧成长期的时阵，8个月若无落雨，阮就爱抽水，阮靠这溪仔的水抽起来灌溉，
来落肥。啊，若无的时阵，生长期若无雨水的时阵，阮遮果子啊拄仔拢袂大，袂大，阮遮农民就煞变无好收成。安尼你知无？这是真大个咯。啊，你知影阮遮乡亲偌济是做实人，你知无？阮这县府里的时阵做实的时阵，超过有8成。哦，啊，你若讲阮遮山里的遮山里遮的农民，你看阮后摆要怎生存啦？我问你啦，这水一定无去的啦，是毋是安尼？嘿啊，所以讲。这个问题的时阵，希望讲看想另外别的方法，莫对阮遮过。对阮遮的乡民一定无赞同恁对遮过啦。好，那我们先请这个邱副局长来回应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隧道工程有很大疑虑了哈。像刚刚那个像农民讲的，有4条溪，那4条小溪，那4条野溪，对当地80%的民众，他们的生计是这么样的重要，你们有算进去过吗？请问一下。首先就工法的这一部分啊，那为什么我们要采用隧道方式呢？事实上，刚刚主持人讲过，是一个用重力流的观念啊，就是说从石冈坝这边的那个高度比较高，它会直接水呢由高往低速流，所以会流到我们这个那个配水池这边来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考虑的第一个原因。那如果说我们不用这个方式，用把它放到那个石冈坝下游下去，沿着大雅溪流域下去，但是沿着大雅溪流域下去的时候，它的高度就爬不上来了啦。就是说，它的高度不足，变成说要变成抽水的。那这样子，你看哈，这样是一个绿能的观念了。如果说你每天要抽150万吨，那你这样子抽，所以用重力流可以节省用电。对，这个是我们考虑的最大因素在这里啊。所以说有没有评估过说把水放到石冈坝下游，再把它抽上来？就刚刚像那个台中水利院那边一样，它一个内部径，它就要抽的啊。所以原则上，我们为什么要打隧道？考虑在这里了啊。那刚刚讲说4条野溪这一部分，我们在打隧道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不能让水下来了。如果让水下来，我们打不过去嘛。所以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一定会让这个水不会下来。完工以后，它整个把它那个用混凝土整个把它包覆起来以后，水也下不来了啊。所以这个我要跟乡亲说，这个真的要放心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做得到。就是说我们在施工中，如果水下来，我们根本没办法施工嘛。好，谢谢。好，那这位大哥开始。那我们现在80%以上的农民，以后生计怎么样？如果是经过断层带，以后像小林村一样，2个村、3个村掩埋过了，如何补偿？好，这个我要请那个副署长回答一下。我们这边有36公顷的净水厂，而且是在高地，哦。你想想看，一震断以后，这个水瞬间往下流，这个受害的是什么？是全后里乡。这个你们可以预防啊，啊，你说你们设计是非常的好，那你们可以抗拒大自然。既然你们可以抗拒大自然，为什么石冈水坝会震断呢？为什么小林村会出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你说你们的设计是非常的好，我问你，你们的施工品质呢？这个是一个你局长，你副局长，你说我施工品质没问题，就像说一个马总统说我是一个很清廉的总统，你的属下是很清廉吗？你的属下都没有问题吗？这个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是非常的质疑。你按天的抢水厂设落安尼讲福利吼，安尼物个，该退水路啊。爱谈讲啦吼，讲遮就我唔会做咧，该倒台你该干路啊，外卖了啦，该水也歹到啦，哦，抢费咧讲本大家讲清楚吼，讲明白本大家。第2净水厂退水路的部分，好，等一下请那个副局长。俺当当议员。俺后里啊，上失败的大西城啊，我后里啦。这个大西城为着什么会那无去？地震带，你了解无？安怎那无去？安怎恁迄敢无法度去？我那会发生这个问题？恁安怎？迄地震带你就先去做？安怎阮大西城，阮能发展阮后里的繁荣，经济啥物拢对无？阮变做后里变做咧，次等公民，恁的升官，恁变做啥？上等
国民。台湾总会重新讲到提同嘅团层大概冇问题哈，了只台湾泰甲海训练联合运用嘅输水工厂计划呢，佢嘅天意呛水厂会经过迄墩子角嘅团层哈，也天意呛水厂会经过迄12团层，咱我嘅透水山龙从石膏一直透到后里来，要经过11团层，迄当铺团层。披头山团层个12团层啦，所以韩国有一种诶透水山龙嘅金水后呢，迄都茶龙部团层哈，给它错动最高点9.8公尺嘅导致高。那我想请教副局长，就是说，其实，在环评的时候，环评委员对这个部分也有很多的这个疑问。那在环评书里面，并没有做太多的详细的这个叙述，因此民众现在能够从官方文件得到的。这个部分呢也不够多，因此他们信任是很薄弱的。那您今天在现场听到乡亲这么多的意见，您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这些你们都考虑到了吗？而且您保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你们的施工或者你们的工程可以确保当地居民的身家财产安全？我们从进水口开始谈起了哈。那进水口它离那个我刚刚报告过，它离那个披头山断层啊，因为车龙埔断层在那边的时候分成2条断层，一个叫顶埔断层，一个叫披头山断层啊。那它那个离那个披头山断层，我刚刚报告过有270公尺，所以这个是，已经有远离那个断层了啊。这个是符合我们的建筑技术规范了啊。所以第一点我要报告。再来就是说，我们整个隧道会经过一个叫做顶埔断层，对。那顶埔断层呢，我们是用直架的方式，因为台湾的任何一个隧道。大部分都会经过一个断层，但是会经过断层都是用技术克服。那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会加强监测了，包括它的呈现电测，包括它的那个变形电测，这个都会去监测它。另外，针对整个一个地下水位跟它的一个位移，我们都会打那个倾斜管跟那个位移钉之类等等哦，来监测它了啊。也就是说，在完工以后，它也会针对这一部分去监测，包括它的地下水位，我们都会去监测它。所以整个这2个断层都过了，再来就是说我们那个净水厂这一边，净水厂它会在3粒断层、3粒断层的支线了啊，但是这一部分自来水公司它已经远离了啊，把它离开这个就避开它了，避开它也是符合我们建筑技术规范啊，避开它好像50公尺还是70公尺哦，已经避开它了啊，所以这一部分整个在设计或是设计阶段的时候，我们是有考虑到这个断层的这一部分，而且我们用一个工法上去克服了。这个是我要报告的，是我们隧道这一部分。你们隧道是用新澳工法吧？对，新澳工法。那净水厂的那个沉水那个主体结构是用什么样的工程？这一部分自来水公司正在设计的，那原则上应该是，据我所知的，应该是用一个明挖的方式去办理的哈。好，那我问一下教授了哈，隧道用新澳工法，好，那因为这个2个净水厂呢，分别是由台湾自来水公司去新建哈，那目前不清楚。新澳工法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吗？在这个第2条高速公路以及台北市捷运用过很多，它是最多的了哈。它是根据它的地质做那种岩石的评分，再决定它的支撑的等级啊。所以如果它出现到位移太大的时候，立即停工，就是要观测支撑或者灌浆等等在那边做啊。那这是在因为我自己。就是我以前在做工程的时候是在中华工程公司，那后来我离开了。但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也有找我去做那个第2条高速公路的那个，就是用新澳工法的方式去做。所以新澳工法比起那个砖炸的来说是要安全许多啊。所以但是呢，我是觉得呢，就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有非常严谨的监测的计划。我先就迄个做大家讲的退水路好哈，因为咱后里遮落大雨会淹水对吧？吼，会淹水的时阵，即摆这退水路啊吼，伊也做的是啥？本来咱的牛寮坑对吧？搁较南一边有一个做上仔坑对吧？上仔沟对吧？遮拢会淹水，咱南川里若落雨先爱淹水对吧？所以你即摆若讲落雨真慢，伊若讲迄边伊袂使哦，水退掉的时阵夭寿啊！你本来你就咧淹水啊，你搁加遐来，你是要安怎去了？所以这拢不负责吼，这开会生活工作这边退水路一个大问题吼。搁另外我甲各位讲吼，因为咱这也做个案，
那么刚刚这范教授讲的哈，我不反对他，但是问题是这个案性，我认为完全套不上了哈。你若讲其他的案子拿来做对哈，那么这个案子我坚决反对，我跟您讲话，不要打这个隧道。